上有古人智慧，暢談今古相輝。一點詩情畫意，無限前言哲思，有朋城古風來，不亦樂乎。報上名來，廖順熙、曾嘉敏主持，似是古人來。歡迎收聽《似是古人來》，我係嚟自文教組嘅曾嘉敏，我哋再一次歡迎我嘅好拍檔廖順熙博士，廖 Sir。大家好。係啦，點解要咁隆重介紹廖 Sir 嚟呢？因為呢，我哋有個共同嘅好友啊，就託我呢要向你問好啊，知道我同你一齊主持節目。呢個共同好友呢，文教組嘅朋友都應該會好熟悉嘅，就係大地書香嘅施志榮博士啊。哦，志榮姐姐。係點解要提到阿施博士呢？就係呢，最近呢，佢翻開嚟呢個辦公室嘅時候，就向我炫耀啲咩？就係呢，佢喺新光戲院呢熄燈之前，佢話自己趕上咗呢個尾班車，就入場欣賞到呢個粵劇特朗普咁話。咁啊，佢話俾我聽，即係威威啦，係買到飛啦，入到場啦咁啊。我咧都本身對呢個咁新派嘅戲寶咧好感好奇，但係好可惜，因為太滿座嘅關係，我啊錯過咗。不過喺新光熄燈之前呢，我都爭取機會咧，經過北角嘅時候咧，都影幾張相留影啦嚇。畢竟呢個係一個咁有歷史價值嘅地方嚇。我就冇經驗喺呢個新光睇過粵劇，廖 Sir 你又有冇試過呢？嗱，我都係為咗呢個歷史見證咧，不過就並唔喺新光戲院，我就去咗大嶼山嘅華光古廟。嗱，華光古廟咧就華光咧就粵劇之神嚟嘅。我喺嗰度咧，亦都帶咗啲學生去咧，就上個香作為一種紀念嘅。而我自己本身咧都算半個粵劇嘅世家。點解咧？因為我爸爸本身就係唱戲，係啦，做龍虎武師嘅。佢嗰陣時就同阿羅文先生都搭檔過嘅。咁而我爸爸嘅師傅咧，就佢三叔呢一位，我叫三叔公啦，或者祖師爺啦，佢就係跟阿紅線女學戲嘅，冇錯。哇，完全係有呢個嘅世家嘅源流咁樣喎。咁今日應該要交俾你去介紹下粵劇。咁我又唔敢，我就叫有世家嘅源流，但係好可惜就無此功力。不過細細個嘅時候咧，成日聽爸爸唱曲啦，亦都佢咧好中意咧播啲錄音帶啊，咁啊都係人白戲寶啊嚇，或者係紅線女啊，咁都聽好多噶。喺80年代咧，大家都瘋魔於呢個譚詠麟、張國榮、梅艷芳之際咧，我就唱呢個陽關節柳啊，任白迷啊，咁啊俾好多同學取笑，咁老土嘅，但係反而咧係呢一種嘅訓練，不知不覺咧就奠定咗比較好嘅中文功力嘅。係，畢竟我哋都係廣東人啦嚇，咁所以咧就對粵劇咧多多少少都會有啲認識，尤其咧我哋有啲歷史悠久嘅長壽籌款電視節目啊，大家咧每年12月都有睇啦，總有一啲粵劇戲寶嘅表演嘅喎。咁我哋自細嘅養分都係嚟自呢一度。咁但係粵劇嘅源流係點嚟呢？可能要靠廖 Sir 你半個粵劇世家嘅呢個專家咧嚟介紹下咯。所以半桶水咯。不過一般嘅學者都認為咧，粵劇嘅起源可以追溯到大約明朝嘅時嘅。咁啊，隨住南戲嘅傳播咧，嶺南地區啊，五嶺以南啦，就開始出現好多戲曲嘅雛形啦。到清代咧，基本上粵劇已經形成咗自己獨特嘅風格㗎。早期嘅粵劇嘅藝人主要咧喺佛山地區活動，喺個相好多人都知㗎啦。咁啊，通過吸收南戲啦，或者昆曲啦，去表演或者係去再改進，結合咗本地嘅語言粵語同埋文化特色咧，創出咗一種全新嘅戲曲藝術嘅形式。粵劇嘅早期發展當然離不開大家都知道佛山嘅瓊花會館啦。咁呢個都係一啲好似演藝人協會咁嘅藝人組成嘅行會組織，咁啊推動粵劇嘅發展喺廣東咧都起咗重要嘅作用嘅。係，雖然咧喺廣東粵劇就咁受歡迎啦，但係咧都有過一段低潮期嘅，就係我都聽聞過咧粵劇曾經都被呢個清政府咧就禁過嘅。呢段歷史又係點樣㗎？我呢件歷史我特別請教咗阮兆輝輝哥㗎。佢嗰本書《此生無悔此生》咧，真係推薦俾大家，好好睇嚇。咁佢咧講呢個唏噓嘅歷史啦，大約就咸豐4年咧，咁啊佛山嘅粵劇藝人啊李文茂先生咧就響應太平天國號召嗱通常嗰啲你發覺啲粵劇嗰啲戲寶咧都好反清係嘛？係啊，好大汗血脈咁樣噶嘛。咁佢咧就響應太平天國嘅號召咧，就起義反抗清廷。咁
咁起義失敗，咁啊自然清政府對粵劇藝人啦就進行咗好大嘅打擊，摧毀咗瓊花會館啦，仲下咗禁演粵劇令。呢個令咧維持咗20幾年㗎，直至到同治7年呢，一位叫做歐備章嘅藝人咧，通過巧妙嘅方式咧，先至向兩廣總督阿瑞麟求情咧，最終解封咗呢個粵劇禁令嘅。哇！咁講到尾呢個歐備章啊嚇，雖然呢個名好得意，都幾傳奇嘅喎。佢本身我相信應該係一個好出名嘅粵劇藝人啦，有才華橫溢啦。但係同時間咧，佢都即係才智過人啊！佢諗到方法，令到咧朝廷咧係可以解禁喎。冇錯啊！佢忍辱負重，而亦才智過人。嗱，歐備章佢嘅綽號佢叫做何章。應該係番禺人嚟嘅，佢細個嘅時候咧就喺啲富人裏邊做家童啦，叫奴僕啦，咁咧就好中意約埋啲富家子弟咧喺大廳啊，而家廣州市番禺沙灣嗰度叫三諗廳，係咪叫三念廳啦？總之咧，佢一齊同嗰啲富家子弟咧就玩音樂、玩唱戲，咁啊練就咗好純熟嘅演奏技巧，但係佢叻在咧用佢好豐富嘅生活體驗作為依據，去融入佢嘅表演手法。創作咗咩雨打芭蕉啦、賽龍奪錦啦呢一啲嘅戲曲嘅初稿。係咁啊，同治初年呢啲前輩見佢，咦呢個僆仔容貌又俊俏啊，聲音又好好，身材又 fit， 話頭醒尾，好啦，咁咧見到佢咧個鼻梁好高挺啊，咁啊啲前輩叫做歐備章啊何章就係咁嚟噶啦。哦，咁啊靠歐備章爭取解除咗禁令之後，粵劇係咪就係起死回生呢？咁啊未咁快啊，因為歐備章嗰陣時咧拿手好戲就係叫超君出塞啦，咁亦都要有時有機緣㗎喎。咁有一日咧，佢就喺兩廣總督嘅屋企咧就演戲啦。咁啊歐備章就演楊貴妃啊，反串啊，話雍容華貴，儀態萬千。咁啊兩廣總督阿瑞麟嘅媽媽呢位老夫人咧，一見到佢，哇！呢個花旦扮相，諗起佢自己早逝嘅愛女啊，咁啊霎時老淚縱橫，憐愛不已，仲收埋佢做義女添，但係佢係男仔嚟㗎，係嘛？最佳女主角冇錯啦。咁歐備章咧嗰陣時咧都以大局為重，咁啊梗係從之啦，就借呢個老夫人同埋總督嘅關係咧，上書朝廷啦，解除禁令。咁所以佢真係一個忍辱負重而且充滿才華嘅人。係咁啊！以我所知咧，呢個禁令解除咗之後咧，粵劇嘅發展就有新嘅機遇啦。咁啊，呢班嘅粵劇藝人呢，就喺黃沙地區就重新組織起嚟啦，建立咗一個咧，哇！我哋香港人真係好熟悉嘅組織啊，就係八和會館啊！呢個組織咧，一直到而家都係粵劇界嘅中流砥柱啦，係好多粵劇藝人嘅所屬嘅一個專業嘅團體啦。而喺八和會館嘅推動之下呢，粵劇嘅藝術咧係不斷咁吸收新嘅元素，所以咧形成到而家，無論喺廣東地區，甚至喺香港，都係一啲好重要嘅文化組成部分。咁喺香港嘅發展又係點樣嘅咧？廖 Sir，我覺得香港真係對粵劇嘅貢獻，亦都係非常多方面嘅。佢係承先啟後。首先，香港為粵劇提供咗好廣闊而且自由創作嘅舞台啦。嗱，譬如我哋而家都識嘅油麻地戲院呢個歷史建築，係嘛？現在亦係咪粵劇演出嘅重要場所嘅？咁頭先講嘅八和會館嘅香港分館啦，而咧香港嘅八和會館咧，亦都喺傳承同推廣粵劇方面咧，發揮咗非常之重要嘅作用。我自己有成3次啊，至少喺港大講粵劇藝術嘅時候咧，都請咗八和嘅後生嘅一輩嘅粵劇演員咧嚟同學生講講座，反應非常之好。文化縱橫遊，張俊浩。正所謂拜得神多，自有神庇佑。唔同嘅行業咧都會有自己會拜嘅神，希望保佑工作順利啊，揾多啲錢咁樣嘅。嗱，例如建築業咧就可能會拜魯班啦，做醫療嘅可能會拜華佗，而粵劇或者啲舞台工作者咧就可能會拜華光先師啦。華光先師咧係道教4大護法元帥之一，又被稱為華光大帝、三眼靈光或者馬天君等等噶。點解叫馬天君呢？就因為相傳華光先師佢原本嘅姓名係姓馬，名靈耀嘅，而且一出世就有3隻眼，所以華光先師嘅神像造型呢都會有翻3隻眼喺度嘅。而至於點解粵劇或者一啲舞台工作者要拜華光先師呢？其中一個講法就係因為華光呢係玉皇大帝御前嘅火神嚟噶，
所以咧，以前一啲做戲嘅戲班，佢哋坐嘅紅船啦，或者戲棚咧，因為容易着火啊，所以咧就要拜祭阿華光，祈求唔好有火災同埋演出嘅安全。嗱，呢個說法係咪好合情合理呢？但係另外一個說法就簡直係曲折離奇，直情係做戲咁做啊！嗱，相傳咧有一次凡間就做大戲啦，敲鑼打鼓嘈到乒鈴嘭爛，驚動咗天庭不特止啊，仲嚇親阿玉皇大帝啊嘛。於是玉皇大帝咧就命令自己其中一個火神即係華光，就落凡間嗰度咧火燒戲棚去懲罰佢哋。咁啊華光梗係聽命去人間嗰度做任務啦。點知嚟到人間之後發現唱歌啲人又唱得幾好聽，彈曲嗰啲人又彈得幾好，而且佢又唔想生靈塗炭，所以咧阿華光咧就教啲戲班要燒香化寶，等啲煙火咧供翻上天庭，等阿玉皇大帝以為咧啲戲班已經燒晒啦，咁啲戲班先至幸免於難。亦都因為咁，戲班成員咧就開始供奉華光，仲尊稱佢為戲班嘅祖師或者戲神，行內咧一般都會叫佢做華光師傅噶。香港咧其實有好多廟宇都有供奉華光噶，例如大澳嘅華光古廟啦、八和會館、大埔舊墟天后廟、紅磡嘅北帝古廟同埋茶果嶺嘅天后廟咧，等等都有供奉噶。而農曆嘅9月28日啦，正就係華光誕啦，亦都係華光先師嘅生日。嗰日除咗會上香供奉果品化寶之外咧，當然少不免一定要做翻場戲嚟賀一賀壽啦。例如係八仙賀壽跳家官或者仙姬送子嚟賀一賀阿華光師傅 Happy Birthday to you。廖順熙、曾嘉敏主持，似是古人來。係啦，頭先廖 Sir 有提到啦，你話好多後生嘅粵劇藝人啦，係有參與到你喺港大嘅講座。我咧後生嘅時候我讀書嘅時候都有透過咧課堂咧認識到粵劇喎。記唔記得我哋喺中文大學咧，其實就以前有一位叫陳守仁教授，冇錯，係前音樂系嘅教授啦。其實佢有一門課咧就係講中國戲曲嘅。佢會帶我哋真係去到呢啲戲曲嘅表演場地嗰度，去親自睇粵劇到底係怎麼一回事，同埋我哋甚至會喺後台嗰度呢，就去參觀呢啲粵劇藝人點樣準備一個演出。咁我見到好多好靚嘅戲服啦，好靚嘅梳妝啦。咁最重要當然係除咗教學好有意思呢，係陳教授喺呢一科俾咗個 A 我啦，呢一個係令到我更加不生難忘啦。咁但係喺呢一個佢嘅教學當中呢，係深植咗一啲觀念俾我哋當時好年輕嘅朋友嘅。除咗靚衫靚裝之外，仲有啲咩好特別嘅藝術特色呢？廖 Sir，我自己對粵劇嘅讚嘆，即係除咗頭先我講嘅開場嘅時候，就係因為本身父親父輩祖父輩係本身係唱粵劇啦。第二咧，同你一樣嘅，亦都係喺大學。咁我就唔係跟咗某啲教授，我反而調翻轉係跟咗啲學生。頭先我講話邀請香港八和會館嘅學生嚟我嘅學校嗰度講 talk 啊嘛，咁佢哋非常之好，就帶咗我啦，同埋啲學生一齊去後台做咩咧？唔係睇啦，直情教我哋一齊玩、唱、念、做、打呢幾個表演嘅手段，仲教埋我哋音樂、化妝、服裝。我就根據呢幾次嘅經驗咧，就聯絡咗廣州嘅紅線女學院，亦都帶咗幾十個學生咧，真係去畫大花面嘅。我自己都有畫過嘅。有粉墨登場？有粉墨登場冇？咁又唔可以咁講啦，係粉墨化妝扮登場啫。咁但係咧就見得到其實粵劇咧都係好多元化嘅藝術表現嘅。佢唔單止係講述個故事同埋唱下，其實咧佢係好留意點樣深刻地去刻畫人物嘅性格同埋情感嘅。咁頭先阿廖 Sir 就提過4個啦，唱、念、做、打呢啲表演嘅手段啦，不如逐個都介紹下嚟。唱咧就最重要啦，因為唱腔啊嘛。咁其實唱腔咧亦都非常之豐富多樣嘅。簡單啲講咧，大家都應該知嘅，就分為子喉、平喉、
同埋大喉3種。咁啊喉咪即係長腔咯。咁子喉大約都係花旦使用嘅。你而家成日都聽到咧用假音唱嘅咧，特別高音嘅係咪？啲女嘅花旦就會用呢個，咁特別清脆同埋高亢嘅，非常之好咁樣表現到女性嗰種柔美同埋細膩嘅。而平喉咧，一般係男性角色係嘛嘅用嘅自然嘅嗓音，比較自然啲嘅，係雄渾有力，就冇乜用假音嘅，盡量表現到生角嗰個陽光之美嘅。大喉知唔知係咩啊？大喉梗係嗰啲大花面、二花面嗰啲好粗獷嗰啲角色嘅。冇錯啦，盡量都係做到呢個聲音係非常雄壯廣闊嘅，展現到嗰種豪邁同威嚴。咁我哋成日細細個聽我老豆唱咯。狼牙丈八槍，咩橫挑馬上將，即係阿張飛打馬超咁呢一個咧就屬於係嗰種大喉嘅表現。原來阿世伯咧係中意做一啲粗獷嘅角色所以我比較驚佢啊。咁啊，好啦，講完唱，念又係點樣嘅角色咧？咁啊，念咧其實就係指演員嘅念白啫，佢用朗誦或者排比嘅方式咧去表達人物嘅情感同埋思想嘅。而念咧，大家應該比較熟悉，就係詩白。念詩啦，或者數白欖兩種模式啦。係咪詩白就係用韻律化嘅語言去表達啦，好多時都係交代下啲背景嘅。而數白欖一般就係演員以比較快速流暢並且押韻嘅語言咧去交代啲戲劇情嘅背景嚇。一般用於咧推動個劇情發展，但係唔係最重要嘅部分。最重要嘅部分咧，一般就係唱咗出嚟啦。咁唔怪得啲人成日話唱加埋念就可以令到個粵劇表演再生動一啲啦。咁好啦，最後啦，講埋做同埋打嚟。咁做其實指演員通過身體嘅語言去表現出人物嘅情感同埋故事嘅發展。我有問過阿輝哥，亦都問過我爹哋啦。我喂，點解嗰個做嘅嗰個過程咧咁誇張嘅？係咪啊？明明遞杯酒俾你，咪遞杯酒俾你啦。哇！要揈幾個圈，然後咧就遞出嚟，係咪？其實兩位老人家話俾我知咧，喺以前咧坐紅船落戲班做戲嘅時候咧，唔係好似而家咁靚㗎嘛，個舞台，好遠㗎。所以咧佢盡量誇張啲、慢啲，佢做出嚟咧，大約喺後台咧都會睇得到，所以係一種好誇張嘅做手嘅模式，並且包括埋手勢、眼神、面部表情、身體動作各樣嘅配合，所以真係細緻而且淋漓嘅發展嚟㗎。咁嗰啲咧揈水法咁嗰種係咪就係我哋所認知或誇張咁表現嗰種激昂咧？冇錯，係啊，即係佢激昂，你諗都諗到啦，咁遠咁大嘅舞台，佢一定要啲比較誇張藝術化嘅表達手法，先令到。呢個我爸爸都有講噶，要令到一啲咧其實冇乜受過教育嘅觀眾，佢明白嗰個故事嘅劇情。所以點解我哋去批評嘅時候，點解咁誇張嘅時候，你要諗到嗰個背景嘅。講埋個打啦，打就冇打部分啊，包括徒手嘅對打啦，用兵器去對打嘅動作啦，發唔發覺咧都係好誇張，而且有高度嘅象徵意義嘅。係啊，譬如話，我同你打300回合，咁跟住點咧？你攞住支槍，我攞住個劍。就棍3下嘅啫，係啦，咁就代表咗300回合啦。所以睇粵劇嘅打，亦都要知道咧，佢當初係有高度嘅象徵意義嘅。所以而家啲後生去睇咧，我叫佢先做功課，先入場咧，咁就好睇好多啦。咁所以即係好多話啲武行啊，係咪嚟自就係當初都係粵劇表演嘅人員？因為其實好多呢啲粵劇嘅演員咧，都有經過呢啲嚴格嘅武術訓練啊，先可以做到呢一種武打嘅動作啊。同意啊！以前嗰啲乜家班咧，咪好出名嗰啲武打嘅啲明星咧，其實個個都唱得兩嘴㗎。咁啊，粵劇有唱又有念又有打又有做齊晒啦。好啦，咁講到尾，一劇之本就係講個古仔啦。通常粵劇我哋嘅題材係嚟自邊度嘅咧？一般都係民間傳奇啦、歷史故事啦、神話故事啦，或者再正確啲講，係改編歷史嘅民間傳奇故事。講到改編歷史嘅民間傳奇故事，喺我哋嚟講，粵劇戲寶最經典、最著名嘅，一定要數帝女花啦啩。係粵劇嘅戲寶就非常豐富嘅，但真係最著名，或者至少我最中意啦，都真係帝女花。因為呢部劇唔單止喺粵劇史上有極重要嘅地位，我覺得亦都係粵劇或者香港粵劇嘅巔峰之作。帝女花其實係由唐滌生先生改編自清朝戲曲家黃薛清嘅作品，所以佢係一個二次創作嚟㗎。大家都知道啦，佢係講述明朝末年長平公主同埋周世顯駙馬嘅悲壯愛情故事。但係點解我話佢係一個巔峰之作呢？因為佢除咗愛情嘅戲劇性，
亦都同時間有好深刻嘅傳統文化內涵，同埋新穎嘅政治智慧嘅角力。咁啊，帝女花呢啲我哋由細聽到大啦，尤其任白啊，佢喺以往我哋嗰個籌款節目都唔知表演咗幾多次咁經典嘅戲寶，但係佢嘅故事背景呢，係喺明朝末年嘅，咁佢喺劇情上其實有啲咩特別呢？佢淨係個故事設定都好聰明嘅，係明滅而清興，啱啱嗰個交界嘅。咁嗱，大家都知長平公主同周世顯嘅愛情嚇，但係個編劇韓迪生咧就將佢嘅愛情同國家嘅命運交織埋一齊。嗱，咁個張力就好勁啦。咁你喺劇裏邊咧，公主同埋阿世顯咧就為咗報國，咩叫報國啊？壯軍父，但係仲要救兄長，仲要傳血脈。喂，咁點搞啊？佢兩個搞唔掂喎，你忘咗噶啦明朝，佢就假意降清，就同清帝咧交換條件。嗱，交換條件做咗頭先嗰3樣嘢咯，報咗國啦，係嘛？咁但係佢就犯咗節噶咯噃，係咪啊？佢而家投降喎，喺咁嘅情況，乜嘢都搞掂晒 ，everything under control 之後咧，佢雙雙殉情殉國。嗱，咁所以成個劇情嘅設計非常之巧妙。佢既體現咗忠貞嘅愛情，亦都體現咗愛國嘅情懷、民族嘅氣節，仲有妥協嘅智慧啊！所以咧，出色嘅戲劇有如帝女花咧，就係好似佢咁樣，包括咗愛情，又有親情，又有國家之情，將呢幾樣嘢共冶一爐，再加上當然有演員好出色嘅演出啦，令到佢咧成為咗呢個咁經典嘅戲寶。我相信而家就算小朋友啊，都會知道落花滿天蔽月光。我都真係噶，教我哋咁多年中文，睇香夭咧，都會因為佢嘅淒美動人而催我淚下噶。